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直播主合作连千亿、连千亿。伊之前捌讲过，讲若购买伊的 NFT 就是大白，就会当来换名牌手表啊、甲跑车。也毋过说互一个名叫做高二的网红甲指控，讲消费者买了后，并无收到物件。就安尼，连千亿甲高二这两个人隔空相骂骂几啊天。本地是约伫咧桃园体育场，要当面甲代志敲好清楚。啊，因为有真侪人出来做公亲，所以取消这个会面。本地想讲无代志咯，但是今仔日高二突然间过来讲，伊买阿嬷会如期到桃园的体育场。这个桃园的警方接到消息，马上伫咧体育场的4区练等，部署着大量的警力，要确保两个人的纷争未来变做社会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